今日揾咗兩個男星作為比拼，等大家一齊評下你，睇下咧邊個先係最佳筍盤先。Hello，大家好，我係花妮。喺呢條影片開始之前，請俾個 like、訂閱同埋撳埋下邊嘅鐘仔支持我嘅分享。我今日會講嘅係啱啱求完婚、結實大隻嘅 Tyson Yoshi，同埋青靚白淨嘅 Jeffrey。成日都聽到有人話肥仔係潛力股。唔講唔知，原來 Tyson Yoshi 同埋 Jeffrey 之前都係肥仔嚟嘅喎。睇 Tyson Yoshi 細個個樣就圓咕碌碌咁樣，好得意，不過就完全睇唔到佢嘅輪廓啦，甚至乎咧都唔係好認得係 Tyson Yoshi 啊。相反 Jeffrey 個面都係好肥，但係都係認得佢個樣。Jeffrey 咧就表示自己細個嘅時候好為食啊，特別係對零食啊、甜品好油膩嘅嘢咧，完全冇抵抗力，又唔中意做運動。所以就令佢慢慢肥落去，甚至乎體重更加去到190磅添啊！真係認真誇張啊！講完佢哋細個嘅歷史，我哋就即刻開始比拼啦。第一回合造型，而家29歲嘅 Tyson Yoshi，一副壞男孩嘅樣，成功吸引咗一大批女 fans。除此之外，佢成身嘅紋身，連肚皮都有紋身啊！所以又帶俾人一種好不羈嘅感覺。除咗吸引到唔少嘅女 fans 之外，亦都吸引到好多品牌嘅水清。因為 Tyson Yoshi 嘅特別形象，所以當佢着起唔同風格嘅衫嘅時候，都會令人眼前一亮。之後就講下26歲嘅 Jeffrey 個鼻高高，而且咧五官都好深陷，估計佢都係一個混血兒嚟噶啦。原來佢係擁有荷蘭同埋印尼嘅血統。有唔少網民見到 Jeffrey 嘅時候都大讚佢好靚仔啊，而且有好多網民啊見到 Jeffrey 都話好似年輕時候嘅 Edison 陳冠希喎。有人就話啦，以為自己 follow 咗陳冠希，以為係 Edison 等等。想當年嘅 Edison 啊，簡直係迷倒萬千嘅少女啊。不過我自己就覺得 Edison 係一種壞男孩嘅感覺，而 Jeffrey 俾人嘅感覺就係青靚白淨啊，模範生嘅感覺，所以有少少唔同啦。除此之外 ，Jeffrey 都有去到日本拍攝一啲歌曲，甚至乎獲得出版社小學館旗下嘅媒體就話 Jeffrey 係千年一遇嘅美男子添，真係認真犀利。不過其實佢嘅美貌都曾經俾人質疑過噶。事緣有一啲網民就揾翻2017年拍攝關注情緒病嘅政府宣傳短片，當中 Jeffrey 就有份拍攝啦。有人就覺得當時 Jeffrey 嘅樣貌同依家嘅樣貌就唔係咁相似，甚至乎有人質疑佢整容添。我自己就覺得兩個時期有唔同嘅感覺。不過其實睇真啲，五官又冇咩唔同喎，但係髮型就有少少改變。以前呢就係梳一個 all back 頭，依家通常都係將啲音放喺前面嘅。所以我自己就覺得可能係造型啊、化妝上面嘅改變比較多咯。雖然 Jeffrey 就有俾媒體叫做千年一遇嘅美男子，但係我覺得一副壞男孩嘅形象都係好吸引。所以第一回合嘅造型就係打和啦。去到第二個回合就係講下身高。首先俾一啲資料大家先。根據美國之父世界人口評論日前就公布2023年全球男女平均嘅身高，而香港男女嘅身高就係屬於亞洲地區嘅第3位，全球排名嘅第75位。平均嘅身高，男仔就係174.83 cm，而女仔咧就係160.62 cm。睇到呢個結果，我都有少少意外喎，因為原來咧男仔平均嘅身高係有174.83，即係大約係175啦。但係我平時出街又唔係好覺得香港嘅男仔有咁高㗎喎。咁我哋講翻 Tyson Yoshi 同埋 Jeffrey 啦。其實一直以嚟 Tyson Yoshi 嘅 package 都係好唔錯嘅，所以網民咧就主力針對佢嘅身高。Tyson Yoshi 嘅官方數字咧就係話佢有175 cm， 但係有網民就發現Tyson Yoshi 之前同姜濤、林家謙同阿 Jer 舉行咗風火雷電演唱會嘅時候，就發現呢 Tyson Yoshi 好似係比號稱176 cm 嘅阿 Jer 矮少少嘅，所以網民就估計其實佢實質係168 cm 至到170 cm。不過有好多時候見到 Tyson Yoshi 同其他人合照嘅時候呢，佢哋身高都係好飄忽噶。就算佢同同一個人合照嘅話呢，有時候會高啲，有時候會矮啲。咁唔知係佢自己攝咗鞋墊啦，定係人哋攝咗鞋墊啦？不過我自己就覺得168至到170 cm 可能係低過香港嘅平均男仔身高，但係都唔算話好矮。之後就講下 Jeffrey 啦。
Jeffrey 就係有指佢身高係177cm，而呢個數字就係比平均香港嘅男仔高少少，所以喺第2回合嘅比拼身高， Jeffrey 就喺呢個回合得到1分啦。講完身高，第3回合梗係講下身形啦。Tyson Yoshi 咧就話佢自己一直都係有健身嘅，喺做上班族嘅時候，呢個咧就係佢放鬆舒壓嘅活動，但係之前咧就係冇咁瘋狂同埋嚴格。喺呢2-3年以嚟，佢就會磅下食物嘅重量，而且仲會列出健康嘅菜單，因為佢覺得入咗呢一行就係一個職業嘅道德。另外，佢覺得即使有人唔認識佢嘅音樂，但係喺開始嘅時候留意到佢嘅身形，都係一個唔錯嘅開始啊。另外，佢又講到如果有肌肉嘅人呢，佢就會覺得係更加精神啦，而且着衫都會更加好睇。不過佢追求嘅就唔係淨係着衫好睇，而係唔着衫嘅時候都一樣好睇。Jeffrey 都話自己本身咧係一個肥仔嘅體態嚟嘅，甚至乎用過一啲極端嘅方法去減肥喎，例如係朝頭早嘅時候淨係飲齋啡，每日淨係食一餐。雖然咧喺3個月內試過激減到60磅，但係就患上咗厭食症，更加成日頭痛同埋流鼻血，搞壞咗身體，所以佢都叫網民唔好試佢呢一個方法啦。其後佢就試咗168斷食法，而佢就淨係食番薯、西柚同埋雞肉呢啲咁低卡嘅食品。當然佢都有勤力做健身，特別係啲負重嘅運動。最後佢1年成功減到30幾磅。佢都有講到話喺減肥成功之後，佢都一直維持呢3個習慣，體重先可以維持喺68kg。其後因為佢要拍攝 I Swim 做一個游水嘅運動員，所以身形應該要有翻咁上下。Jeffrey 就有透露自己喺凌晨嘅時候就默默做 gym 練大隻，又話想盡快達到目標，所以佢都會好嚴格咁控制飲食。例如人哋喺食緊重口味嘅宵夜嘅時候，佢只可以食雞胸、雞蛋同埋菜。當然最後嘅結果有目共睹啦，大家咧都見到佢好大隻啦。見到呢2位男士都咁有毅力，為咗佢哋嘅身形而不斷咁努力去健身，同埋嚴格咁管控佢哋嘅飲食，我都覺得好犀利，同時又有啲慚愧。不過如果要我比較嘅話，我就更加欣賞 Tyson Yoshi， 因為我覺得佢係一種每時每刻都已經準備好俾人欣賞佢肌肉嘅態度，所以喺身形嗰方面我就會俾 Tyson Yoshi 得分啦。去到第4回合啦，我哋不如講下身家啦。相信大家都知道 Tyson Yoshi 係一個有錢仔嚟噶啦，甚至乎有網民仲列出佢4件嘅有錢事件，我哋一齊嚟睇下。第一件事就係喺2023年嘅時候，Tyson Yoshi 唔止買咗1架波子，而係前後買入咗2架波子啊，總共都使咗200幾萬港紙啊。第二樣係佢投資7位數開健身室，佢中意做 gym 就係人都知噶啦。佢除咗開健身室，仲話朋友嚟嘅話咧唔收錢咁話，真係認真闊綽。第3件事就係佢自資開唱片公司。喺2023年嘅時候，Tyson Yoshi 更加請到知名女優三上悠亞領銜主演佢嘅 MV Be Mine。三上悠亞身價高就係人都知噶啦，原來佢拍一套 AV 嘅片酬大約要500萬港紙啊。雖然今次 Tyson Yoshi 請佢嚟係拍一套 MV，應該就唔使500萬咁貴，但係我相信都係價值不菲啊。而最後一樣應該好多人都知啦，就係佢家住6000萬嘅豪宅。Tyson Yoshi 所住嘅豪宅曾經上過 TVB 嘅節目《家居足跡》，係一間位於鴨脷洲南區嘅千尺豪宅，最低成交價都要6000萬啊！佢每一件事件對我嚟講都係一個天文數字。之後我哋就講下 Jeffrey 咯。Jeffrey 就講到為咗自資製作歌曲，所以要慳錢，成日都要食米線。佢甚至乎話3隻歌用咗7位數字嘅製作費，本來諗住去接一啲商演去補貼。不過計下數，發現起碼要接10幾20場先得，真係要努力啊！有記者就問佢真係唔諗住簽唱片公司？不過 Jeffrey 就話，因為咧獨立歌手可以做一啲自己想做嘅嘢，拍自己想拍嘅 MV，而家嘅主導權大少少，可以創新。另外佢自己都係比較有主見，所以佢都係中意做自由人多啲。我哋見到佢可以用7位數字嚟製作歌曲，睇嚟都搵唔少喎。
有記者就問佢啦，咁樣慳落去會唔會可以買到一層樓啊？Jeffrey 就笑笑口咁話，點都唔夠 Tyson Yoshi 勁啦。佢一個嘅 MV 製作費啊，就等於一層樓嘅首期。之前個 MV 仲用咗百幾萬添，啲 CG 都好厲害。Jeffrey 都話好欣賞咁話，所以比身家 Tyson Yoshi 就冇得輸啦。不過都唔可以睇小阿 Jeffrey 啊，佢嘅吸金能力都越嚟越厲害。去到第五回合，我哋講下佢哋喺娛樂圈方面嘅發展。Tyson Yoshi 係香港獨立歌手同埋音樂詞曲創作人，佢一直以嚟都遵從內心嘅聲音去創作。而 Tyson Yoshi 嘅未婚妻 Christy 可以話係佢創作靈感嘅來源啦，因為喺2018年嘅時候，佢嘅第一隻歌《To My Queen》就係寫俾 Christy 嘅。其後2019年嘅時候，更加寫咗一首歌叫做《Christy》嚟送俾 Christy。作為拍拖周年紀念日嘅禮物 ，YouTube 頻道上邊擊破第一個100萬嘅點擊率，受到兩岸三地嘅歌迷喜愛啊！之後喺2021年裏邊，Tyson Yoshi 就有份參與903 Live 音樂會，烽火雷電，當時嘅氣氛都好好啊！其中一個尖叫位啊，就由打頭陣嘅 Tyson Yoshi 脫衣 show 機，而佢嘅半裸相更加喺社交平台洗晒版添啊！喺參加完 Live 音樂會之後，Tyson Yoshi keep 住人氣高企，而且密密接 job，唔止受到時尚品牌嘅歡迎，就連珠寶品牌 Tiffany 都揾佢合作，而佢更加喺超級推介榜年度推介2324得到超級評審團表揚獎嘅搖滾歌曲，得獎歌曲為你不會一輩子的愛上我，所以見到佢喺音樂上啊都備受肯定。而 Jeffrey 因為佢靚仔嘅外貌啦，所以其實佢入行之前已經係一個模特兒嚟噶啦，仲有啲名氣添。其後佢參加一個 ViuTV 嘅真人 show 節目調教你男友之後，就知名度提升，亦都受到多個廣告商嘅喜愛。喺同年更加拍攝綜藝節目交戰，以各種低成本但有趣嘅遊戲吸引到唔少嘅收視。而當中因為唔擅長中文嘅佢，更加將會讀成威，因而得到威 Sir 呢個稱號。但係即使佢俾人取笑之後，佢亦都唔嬲，反而咧成日都眯眼微笑。有人咧就覺得佢呢個表情好可愛啦，有人咧就覺得佢好似傻更更咁，好多人中意。哇！我唔記得咗唔得㗎，我老實贏緊，有機會。老實贏緊啊！我都話咗唔好俾佢坐第一個啊！我嚟啦，我調位啦。有希望啦，有希望。我會重新嚟過，因為再拍手，唔繼續拍手，繼續拍手。你拍啊！喂，我哋可能有啲嘢。小倉鼠、餵番薯、燒埋多春魚。另外，因為咧交戰經常要扮鬼扮馬，所以各位成員都要犧牲相貌。不過 Jeffrey 咧就從來都唔介意形象，反而仲樂在其中，又會戴光頭頭套影相，亦都會拍啲搞笑嘅日常片段放喺社交媒體上邊，所以都受到好多網民嘅中意噶。另外，佢都有涉足到唱歌同埋演戲。喺2022年嘅時候，佢就自資出咗第一首歌《第一個謎》。任世間低估你，但我真的喜歡你，無人給你打氣兼搖旗，唯一我在原地。任世間挖苦你，但我欣賞你的一切是完美，不會為隨俗做作到死，若世上偶像得一位可以追抱，我只要你。之後喺2023年嘅時候，更加推出咗5隻新歌，其中一首更加係同前輩級嘅歌手鄭秀文合作，對方邀請佢參加伴唱巡迴演唱會嘅主題曲。另外，佢都有叱咤樂壇流行榜頒獎典禮上邊以嘉賓嘅身份演唱歌曲，網民都大讚佢唱歌嘅時候聲音好穩定。而佢更加喺2023年叱咤樂壇流行榜頒獎典禮裏邊得到叱咤樂壇新力軍男歌手嘅金獎，所以呢一個獎項都係肯定咗佢喺呢一年嘅努力同埋佢嘅實力啊。另外 Jeffrey 都有先後挑戰佢自己嘅演技，拍攝咗電視劇《IT9》、《iSwim》同埋《百萬同居計劃》，表現都算係自然嘅。仲得到劇評人稱讚佢講對白嘅咬字同埋節奏拿捏得好好。佢亦都有參演微電影嘅廣告，
裏面嘅一場喊戲，亦都得到網民大讚佢好有感染力。而去到2023年嘅時候，更加擔任電影《超神經械劍案下》嘅主演，另外都有參演話題電影《飯戲攻心2》，所以話 Jeffrey 真係歌影視三棲發展喎。雖然 Jeffrey 向歌影視三棲發展，而 Tyson Yoshi 就主力喺音樂上面發展。不過我覺得佢哋兩個人喺自己嘅範疇方面都表現得好出眾啦，所以實力都不相伯仲。呢一個回合就打和啦。去到第6回合啦，就講下佢哋嘅性格先。一向性格直率，有嗰句講嗰句嘅 Tyson Yoshi，佢嘅外表就好酷，有一種難以親近嘅感覺。但係其實了解佢多咗嘅時候，就覺得佢嘅性格都相當可愛。就由佢個名嘅由來已經可以見到，Tyson Yoshi 呢個名嘅由來，竟然係因為有一日喺露台睇風景嘅時候，見到對面嘅吉野家，所以就改咗名做 Yoshi。而佢最中意嘅竟然係 Pokemon 寵物小精靈，仲特別沉迷儲卡片添。而且佢仲參加過 Pokemon 嘅比賽，可以見到佢冷酷嘅外表有一顆單純嘅心啊！除此之外，喺一個頒獎嘅場合，仲見到佢幽默嘅一面添。喺超級推介榜年度推介2324上面，林家謙高票獲得年度唱作歌手獎，但係因為佢缺席頒獎典禮嘅緣故，所以獎項就由好朋友 Tyson Yoshi 代領。Tyson Yoshi 喺呢個時候仲邀請埋 Serrini 一齊上台拎獎講感受。揾啲嘢咁咩嘢搞啊？佢話要多謝係咯後邊嗰啲人跟住母親節快樂咯。我而家講咩係咪都入佢數㗎啦？佢話唔係佢勁，係你哋廢。不過講起呢個反差呢，其實阿 Jeffrey 都係有一定嘅反差㗎喎，因為睇佢個樣呢，佢就好似係模範生，好 smart 咁樣。但係呢，你可以從佢嘅訪問呢，就見到佢成日好似答非所問，有時呢，佢答啲咩都唔知佢噏乜咁樣，甚至乎令人諗起一個經典嘅訪問場面啊，就係呢，鍾欣桐話人人都拍拖，唔通人人都想拍拖咩嘅經典場面啊！哦，有咩特別難忘嘅地方？冇，就係咧。你原本以為去一個地方係有一個目的嘅，但其實個目的係在於嗰段時間。咁而嗰段時間係發生咗好多事情。咁所以就即係大家唔好以為去一個目的地係一定有一個目的，但其實唔需要，享受過程啦就 OK 嘅。係，多謝。點啊？而最近啊 ，Jeffrey 更加呢要同 Dodo 姐一齊去拍一個旅遊嘅節目啊。咁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Dodo 姐有幾 smart 噶啦。咁唔知阿 Dodo 姐對住阿 Jeffrey 係好嬲定係好笑啦？睇佢哋兩個嘅性格都係好隨和，各有可愛之處，所以呢一個回合都係打和。去到最後一個回合就講下佢哋錫另一半嘅程度啦。不過不得不承認，佢哋兩個都係男朋友同埋未婚夫嘅天花板啊！我哋一齊睇下佢哋做過啲咩。首先講下 Tyson Yoshi 先。Tyson Yoshi 同佢嘅未婚妻 Christy 愛情長跑多年，兩個人仍然係相當恩愛，仲會成日喺網上放閃。啱先都有講過，其實 Tyson Yoshi 好多嘅作品都係以佢嘅未婚妻 Christy 作為藍本，所以可以見到佢真係超重視 Christy 啊！另外，佢喺今年嘅情人節又分享咗一張整車嘅相喎。喺張相入邊見到佢淨係着住背心，露出強壯粗大嘅臂彎，而佢嗰時就係正正修理緊架車，送俾當時仲係女朋友嘅 Christy。網民見到即時話佢好多才多藝，而且仲係話呢一份心意大過架車啊！除此之外，喺2022年嘅時候，Tyson Yoshi 就分享點解會同 Christy 同居，除咗可以有更加多相處時間之外，就係因為喺某一次 Christy 之前住緊嘅舊唐樓爆水渠，兩個人用咗成晚去水。然後 Tyson Yoshi 就諗啦，如果下一次再發生同類嘅事件，而自己有工作喺身， Christy 就可能要獨自面對。最後就決定咗同居，亦都一齊養貓。由呢件事件已經可以睇到咧，Tyson Yoshi 真係好照顧周到啊！
另外，Tyson Yoshi 其實好早嘅時候已經講過，希望可以喺30歲之前同女朋友求婚，而佢就真係兌現咗呢個承諾。Tyson Yoshi 都有喺最近嘅訪問講到自己求婚嘅經過，佢就話啦，當時唔知道 Christy 嘅手指尺寸，所以佢就邀請朋友帶 Christy 去一個戒指嘅工作坊，所以就可以量度晒10隻手指嘅尺寸。由以上嘅種種事件都可以見到 Tyson Yoshi 浪漫得嚟又細心嘅一面啊！而另一件事件，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啦，就係 Christy 曾經喺社交平台上載化妝嘅教學，但係就有網民話佢樣貌平平，似靚版嘅馬蹄露。Tyson Yoshi 之後呢，就開直播爆粗大鬧啊，就話啦，好樣衰咩？咁點啊？我中意就得，我當然要企出嚟保護唔到身邊嘅女人，點做男人啊？另外佢更加以歌詞在你的世界下了一場大雨，再模糊的視野也必須撐下去，強調對女朋友嘅支持。就呢件事件 Christy 都有作出回覆㗎，佢就話唔應該用一個人嘅樣貌去判斷佢係咪值得擁有幸福或者一切。跟住佢再補充，人生又唔係咩大型嘅選美現場，唔需要將大家同埋自己搞到咁辛苦，一直追逐人哋嘅審美標準，唔知係為咗啲乜嘢，最後又唔係嗰啲人為你嘅人生埋單，其實最後都係要由自己負責。除此之外，佢更加喺限時動態上貼咗一張舊相，分享自己喺16、17歲嘅時候第一次俾人攻擊佢嘅外表，當時對佢嘅打擊好大，情緒好差，甚至乎將佢自己嘅中學相片都剷除。佢就講到啦，事隔10年，自己心臟都強大咗好多，唔會再討厭自己個樣。佢而家中意化妝，唔係為咗掩飾，而係為咗享受變靚，變得有成就感嘅過程。亦都係因為佢呢個分享啊，好多網民都大讚佢思考好正向，果然同 Tyson Yoshi 一樣都係咁強大啊！另外喺呢度介紹下 Christy 啦，Christy 平時就會協助 Tyson Yoshi 嘅工作，自己都有 KOL 嘅工作，大多數係走美式嘅風格，而 Christy 身材都好好㗎，而且佢都唔會吝嗇佢自己嘅本錢，所以都可以喺 IG 見到佢好多性感嘅靚相，甚至乎有網民講過，其實呢本身係因為Tyson Yoshi 先 follow Christy， 但係當 follow 咗 Christy 耐咗之後，就覺得佢更加吸引，更加迷人添啊！所以與其話佢收服咗 Tyson Yoshi， 不如話佢有好大嘅吸引力，令 Tyson Yoshi 相信佢係最好嘅一個。之後就要講下 Jeffree， 佢哋即使係一齊咗8年，都仍然係咁甜蜜啊！其實 Jeffree 經常都會喺訪問裏邊呢表達對 Evelyn 嘅愛，更加表示啊追佢係自己做過最義無反顧嘅事啊！佢就話啦，喺初相識嘅時候 Jeffree 係對 Evelyn 一見鍾情嘅，之後就展開咗2個月嘅追求，先令到 Evelyn 答應啊。但係佢就有講過，因為 Evelyn 大過 Jeffree 3歲幾嘅，所以初拍拖嘅時候都用咗半年先可以磨合到，後來就甜蜜到依家啦。其實早喺調教你男友嘅時候，已經可以睇得出 Jeffree 對女朋友 Evelyn 嘅愛，因為佢哋嗰時已經係同居嘅關係。而喺節目入邊要相隔7日先可以再見面 ，Jeffree 更加喺節目裏邊落淚添，感動咗唔少嘅觀眾啊！我自己就覺得有少少誇張，冇見7日就有呢個情緒。不過可能我係自己冇經歷過啦，唔知大家又有冇試過呢？ Jeffree 曾經接受訪問講過，認為好男朋友要有幾個基本嘅準則。第一樣嘢就係要專一，第二就係要識得喺另一半嘅角度出發，顧及對方嘅感受。即使係大家意見唔同，都要拎出嚟討論，揾出大家最舒服嘅解決方法，以免不必要嘅拗撬。同時間都要互相尊重，唔好勉強對方盲目遷就。除此之外啊 Jeffree 雖然係咁紅，但係佢一啲都唔驚公開關係會影響佢嘅事業，更加講到要對另一半有承諾，因為冇人會想被收買，咁樣係對對方唔公平。作為一個男人就係要公開，所以當佢喺台上攞獎嘅時候，佢都特別多謝幫助佢嘅人，特別係 Evelyn， 仲大大聲對住個咪講 I love you 添。最重要多謝我公司 BTBAS 同埋我經理人傅連 I love you。而 Jeffree 曾經喺多次嘅訪問都講過，話希望你喺 Evelyn 30歲之前可以同佢結婚，而 Evelyn 應該都差唔多30歲啦，希望 Jeffree 都可以將呢個承諾兌現啦。其實喺 Jeffree 火速爆紅之後，就已經有好多廣告商揾佢。但係當時因為佢仲未大學畢業，所以冇正式簽經理人公司，而係請咗女朋友 Evelyn 暫代經理人一職。
但係依家佢仍然係享受自由身嘅感覺，所以就由佢嘅女朋友擔任佢嘅經理人同佢接 job，甚至乎 Jeffrey 其中一隻歌《家私》嘅 MV 請嚟林明禎做女主角，而 MV 嘅導演就正正係佢嘅女朋友 Evelyn 啊，所以可以見到佢嘅女朋友真係多才多藝同埋好識照顧人，我覺得佢哋兩個都係太完美啦，冇得比拼啊！聽完我各方面嘅分析之後，唔知大家鍾意 Tyson Yoshi 定係 Jeffrey 多啲呢？對於我嚟講，我自己就係比較鍾意做小鳥依人，同埋鍾意俾人保護嘅感覺，所以我自己就鍾意 Tyson Yoshi 多啲啦。咁唔知你哋又會點揀呢？歡迎留言話俾我聽啊！如果鍾意我今次嘅分享，記得俾個 like、subscribe 同埋分享俾身邊嘅人啊！我哋下次再見，拜拜。